四兩搏千斤係最近拍攝嘅武打諧趣懸疑巨片。新晉武打巨星柯受良表演真功夫，影視紅星黃杏秀一反嬌嫩常態，硬橋硬馬，令觀眾耳目一新。有時學功夫係要用下腦嘅。有腦嘅人有時都要學多啲功夫嘅。哎呦！國際巨星劉忠良使出神腿絕招，招招攞命。我怕痛，你真係唔怕痛？哎呀！哎呀！師傅，好痛啊！你咪話你唔怕痛嘅？我唔知道咁痛㗎嘛！四兩搏千斤，練功嘅招式設計新穎，係你從來都未見過嘅。單腿串連，雙弓中了。四兩搏千斤係大製片家藍天雄繼詠春與截拳後又一精心策劃，係香港太吉電影公司本年度嘅傾力巨製。黎班哥啊，你而家學到啲功夫咁叻，買聲佢唔敢再恰你噶啦。使乜講啊？我講過啦，我唔會撈輸蝕過人嘅。你會唔會永遠都對我咁好噶？龍世家段紋槍法快如閃電，令人防不勝防。四兩搏千斤係青年導演張信義嘅嘔心傑作。埋身肉搏，完全唔用替身。四兩搏千斤，一招一式都經過深入研究，點知好笑咁簡單？呢招叫做腳踢光頭擊，呢招叫做拳打望居佬派，呢招叫做揸頸救命啊！四兩搏千斤，諧趣打鬥層出不窮，笑完可以再笑。派高手徐忠信，獨門武功初現銀幕。四兩搏千斤係由 Bang 附屬機構寶捷駿影業有限公司榮譽發行，本院榮獲影權，請密切。